最近大家去深圳或者珠海過週末，行過夜市、商場或者街邊嗰啲燒味檔，有冇發覺忽然間有一款叫無骨燒肉嘅嘢爆紅？喺社交平台上，成日都有人吹到天花亂燥，話呢啲無骨燒肉皮脆肉嫩，咬落去咔嚓咔嚓響，仲要完全冇骨，一斤只要20幾30蚊人民幣，比起喺香港買嚿五花腩燒肉便宜一大截。好多港人睇到心動，北上嗰陣即刻買1斤半斤試下，點知一咬落去個心即刻涼咗半截。個皮係脆，但係脆得非常古怪，薄到好似一張紙，入面個空殼一撕就碎。更離奇嘅係入面嗰層肉，咀嚼落去嘅口感完全唔係平時食開嗰啲有肉紋、有肉汁嘅豬肉，而係彈牙得嚟有種奇怪嘅橡膠感。皮、肥肉同瘦肉之間仲好似有層奇怪嘅透明膏狀物，稍為用力一扯，皮肉竟然成片剝落。如果你都遇到過呢種情況，我可以好負責任咁講，你已經中咗大伏。你食緊嘅根本就唔係正宗用整隻豬或者整塊五花腩烤出嚟嘅燒肉，而係用碎肉、淋巴肉、淘汰母豬肉，再加埋重組肉膠水黏合出嚟嘅合成豬。呢種科技與狠活喺內地嘅預製菜產業同低價餐飲界已經變成了公開嘅秘密。好多香港人去到以為自己執到寶，點知變咗人哋眼中心甘情願送上門嘅水魚。相比起以前聽過嘅化學添加劑或者科技與狠活，呢種用膠水將唔同來源嘅劣質廢肉拼接成一整塊五花腩，再用化學蓬鬆劑膨化出紙片般嘅空殼皮嘅造假手段，更加令人心寒。今集我就同大家拆解呢個神奇嘅無骨燒肉黑幕，睇下內地呢啲劣質紙片空殼豬究竟係點樣做出嚟，同埋對比我哋香港傳統嘅厚切爆汁燒肉，到底差咗幾多條街，教大家點樣辨別真假燒肉。以後北上消費，切記要睜大雙眼，千祈唔好再當水魚。我哋先嚟睇下呢股無骨燒肉風潮係點樣喺內地吹起嚟嘅。大概喺2023年至2024年期間，深圳同珠海嘅短視頻平台上，突如其來出現咗好多所謂嘅網紅燒肉攤。影片入面，個老闆揸住一把大刀，喺一整條完全冇骨嘅肉上面切落去，傳出極其響亮嘅咔嚓聲，聽落去好似好爽好脆。加上老闆打着純手工製作、無骨大口吃肉、超高性價比嘅旗號，一斤只賣20多元，迅速吸引咗大批平時去內地消費嘅香港人。好多香港人去到深圳或者珠海，見到排長龍，加上香港一斤上等五花燒肉少唔到100多港元，自然會覺得內地物美價廉，排隊都要買一盒返酒店或者帶返香港食。但係只要你稍微冷靜落嚟諗下，就會發現一個極大嘅邏輯漏洞。在傳統嘅燒味工藝入面，一條完整嘅豬腩肉係連住肋骨同脊骨嘅。點解傳統燒肉要連骨一齊燒？因為骨頭喺烘烤嘅過程中可以起到支撐肉塊、防止肉質過度萎縮嘅作用，而且骨髓同骨邊肉嘅油脂喺高溫下滲透入肉質入面，會產生一種獨特嘅骨香味。即使喺香港嘅燒味檔，師傅要賣無骨燒肉，都係整條豬肉燒熟之後，喺砍肉台上一刀一刀幫顧客斬走骨頭。咁點解內地呢啲無骨燒肉喺未燒之前就已經係一整塊好似磚頭咁平整，完全冇骨痕，連一條骨縫都口唔到嘅純肉塊？答案其實好簡單，因為呢啲肉根本就唔係從一隻完整嘅豬身上切落嚟嘅五花腩，而係喺食品工廠入面用大桶嘅肉類膠水將無數嘅碎肉修剪落嚟嘅脂肪塊，甚至係低價嘅進口凍肉、淘汰母豬肉，層層堆疊壓製成型嘅重組肉，或者叫合成肉。講到呢度，好多人可能會問，豬肉都可以用膠水黏，黏完再拎去高溫燒，唔會散咩？呢度就涉及到了現代食品工業嘅科技了。喺食品加工界，有一種非常普遍嘅酶製劑，叫做谷氨酰胺轉氨酶，簡稱叫 TG 酵素。呢種 TG 酵素嘅作用係催化蛋白質分子之間形成共價鍵。簡單啲講，只要將呢種粉末溶解喺水入面，塗抹喺唔同嘅肉類碎片表面，然後放入模具入面加壓重疊，喺室溫或者冷藏環境下放置幾小時，酵素就會將不同肉塊嘅蛋白質
徹底鎖喺一齊。經過 Tg 酵素黏合嘅肉，分子結構已經重新交聯。無論你係拿去水煮、蒸、煎，定係放進幾百度的高溫烤箱入面烤，佢哋都完全唔會散開，黏得比真肉仲要牢固。你喺街邊見到嘅嗰啲無骨燒肉，工廠喺生產嘅時候，先拿一層薄薄嘅豬皮，甚至係用化學方法處理過嘅劣質豬皮，然後喺豬皮下面塗一層 Tg 酵素膠水，鋪上一層低價嘅肥肉碎，再塗一層膠水，鋪上一層瘦肉碎，為了製造出好似天然五花腩咁樣3層肥2層瘦嘅完美紋理，工廠會用高壓機器將呢啲碎肉壓得非常緊密，最後截成一條條方方正正，外表睇落去非常完美嘅假五花腩。你以為黏合肉就已經係極限，更心寒嘅仲喺後頭。如果你買過呢種無骨燒肉，你一定會注意到佢個皮脆得非常誇張，甚至脆到有啲不自然。傳統嘅香港燒肉要做到皮脆，需要極其繁複嘅工序。燒味師傅要用沖針或者砧板喺豬皮上紮出千千萬萬個微細嘅孔，俗稱沖皮，然後抹上粗鹽同白醋，經過10幾個小時嘅風乾，將豬皮入面嘅水分徹底抽乾。喺入爐烘烤嘅時候，豬皮入面嘅油脂同微小氣孔喺高溫下爆裂，形成一層均勻、酥脆、帶有沙沙口感嘅芝麻皮或者爆豬皮。呢種脆係帶有豬皮本身嘅膠原蛋白、香味同油脂香嘅，咬落去係咔嚓一聲，然後喺口入面化開。但係內地呢啲劣質紙片、空殼豬，佢哋嘅生產工廠點會有咁多時間同人力同你搞10幾個小時嘅風乾同紮孔？為了追求極致嘅效率同低成本，佢哋會使用化學蓬鬆劑同酸鹼調節劑。工廠會將泡水膨脹嘅劣質豬皮浸泡喺食用碳酸氫鈉，即係小蘇打、碳酸氫胺或者其他工業級別嘅膨脹劑溶液入面。呢啲化學物質可以迅速破壞豬皮嘅膠原蛋白結構，令豬皮喺短時間內吸收大量水分同氣體。當呢啲化學處理過嘅豬皮放入烤箱入面高溫烘烤嘅時候，浸透喺豬皮入面嘅蓬鬆劑會瞬間產生大量二氧化碳同氨氣，將豬皮急劇撐大。結果出嚟嘅產品就是你見到嘅紙片空殼皮。呢層皮表面睇落去膨脹得非常完美，個個氣泡都好大，但係入面完全係空心嘅，厚度薄得好似一張紙。你拿上手輕輕一壓，個皮就會好似乾樹葉咁碎成粉末。更令人難以接受嘅係，因為豬皮被化學劑過度膨化，入面嘅天然油脂同膠原蛋白早已破壞殆盡，食落去完全冇豬肉嘅油香，反而帶有一種微微嘅鹼水味同怪味。而且呢種膨化皮極度容易吸潮，只要喺空氣中放超過15至20分鐘，或者帶返香港嘅途中，水分滲透入去，佢就會迅速由紙片脆變成好似咬橡皮筋咁樣嘅橡膠皮，完全無法下咽。除咗皮同肉係造假之外，呢啲劣質燒肉嘅香味同味道，亦都完全係靠科技與狠活堆砌出嚟嘅。正宗嘅燒肉香氣來自於優質豬肉嘅油脂，喺柴火、炭火或者高溫明爐烘烤下產生嘅美拉德反應，肉香味係自然、持久、有層次嘅。但係合成肉用嘅係低價凍肉，淘汰母豬肉或者碎肉。呢啲肉本身擺咗好耐，甚至已經有少少變質或者嚴重嘅豬餿味。工廠為了掩蓋呢啲惡臭同怪味，喺醃製嘅過程入面會加入大量的複合磷酸鹽、乙基麥芽酚、豬肉香精、複合味精以及濃縮液態煙燻劑。複合磷酸鹽可以強行鎖住肉塊入面嘅水分，令到原本乾柴嘅碎肉食落去感覺嫩滑多汁。乙基麥芽酚同豬肉香精則可以提供一種極其濃烈，甚至有點刺鼻嘅超濃郁豬肉味，而液態煙燻劑只需要滴幾滴，就可以讓完全冇經過炭火烘烤嘅肉塊帶有種好似用柴火燒出嚟嘅煙燻香氣。好多香港人一食落去，第一口覺得哇，好香響，好有煙燻味口。但係如果你細心咀嚼幾下，就會發現呢種香氣極度單薄，而且殘留在舌頭同喉嚨上面，好耐都散唔去。食完之後會覺得極度口渴，呢個就係典型嘅過量化學香精同味精嘅反應。
我哋拿香港傳統嘅厚切爆汁燒肉嚟做個對比，大家就會明白咩叫天同地比。喺香港，要做好一塊上等嘅燒肉，燒味檔嘅師傅從選料開始就極度講究。正宗嘅香港燒肉，首選係五花腩，亦即係豬腩肉入面最好嘅位置。一塊好嘅五花腩，層次分明，必須要有肥有瘦，肥瘦相間至少要有5層，業界叫5層肉。喺2020幾年嘅今天，香港一間有聲譽嘅燒味老字號，師傅每天凌晨3、4點就要開始準備新鮮到貨嘅豬肉，要經過精細嘅砍收，去除雜質，然後用鹽、五香粉、沙薑粉、玫瑰露酒等天然香料醃製肉身。但係豬皮部分絕對唔可以沾到任何鹹味醃料，否則皮就不會脆。接着，師傅要拿住紮肉針，喺豬皮上面紮幾千個密密麻麻嘅微孔，呢個過程完全係體力活同技術活。紮得太深，穿過豬皮碰到肥油，烘烤時油脂流出，會讓皮變黑變苦；紮得太淺，氣孔不夠，豬皮就爆唔開。紮完孔之後，要抹上白醋同鹽，放到風乾櫃入面，用冷風慢吹至少12個小時，讓豬皮嘅水分徹底蒸發，變成乾爽嘅皮革狀。入爐烘烤更係考驗師傅嘅火候控制。香港傳統燒肉一般要經過生烤同爆皮2個階段，先用中火將肉身烤熟，讓油脂慢慢滲出，然後轉用極高溫嘅猛火直接轟炸豬皮。喺高溫下，豬皮上面嘅微孔瞬間爆裂，油脂沸騰，形成金黃色密密麻麻嘅芝麻爆珠。出爐之後，師傅仲要用大刀將豬皮表面稍微烤焦嘅碳化層抬走，露出入面金黃酥脆嘅皮。切肉嘅時候，大刀砍喺燒肉上面，發出當當當嘅清脆聲響。切出嚟嘅燒肉每一塊都有半寸以上嘅厚度。你夾起一塊香港嘅厚切燒肉放入口入面，第一感官係牙齒穿過極其酥脆嘅豬皮，發出咔嚓一聲。緊接着係中間一層甘香溫熱嘅豬油喺口入面爆開，油脂溶化喺舌頭上面。最後係底層吸滿玫瑰露同五香粉香氣嘅瘦肉，肉質緊緻有彈性，越咀嚼越有肉香味，皮嘅脆，脂嘅香，肉嘅鮮，三者喺口入面交織出極致嘅層次感，呢啲先叫做真正的食燒肉。反觀內地嗰啲20幾蚊一斤嘅無骨膠水燒肉，要皮冇皮香，要肉冇肉味，個皮薄如紙片，咬落去好似食緊炸脆嘅塑料。中間嘅肥肉層好似透明嘅明膠，完全冇油脂嘅甘香，底層嘅瘦肉更加係一團糟，完全睇唔到正常豬肉應有嘅肌肉纖維紋理，咬落去好似食緊加咗大量澱粉嘅廉價午餐肉或者熱狗腸。你話呢啲嘢相比起香港傳統嘅厚切爆汁燒肉，簡直係對傳統美食嘅一種侮辱。有啲人可能會諗，哎呀，一分錢一分貨啦，20幾蚊人民幣有得食燒肉，仲要求咁多做咩？就算係合成肉，只要煮熟咗，食落肚咪又係咁，最多咪口感差啲咯。如果你係咁諗，咁你就大錯特錯了。劣質合成肉同紙片、空殼豬帶來嘅問題，絕對唔單止係口感差，背後隱藏嘅食品安全風險同健康隱患，先係最令人心寒嘅地方。首先係嚴重嘅細菌感染風險。大家要明白一個基本嘅食品衛生常識，對於一塊完整嘅天然肉塊，例如一整塊五花腩，細菌通常只會附住喺肉塊嘅外表面，所以喺烘烤嘅過程中，只要外表面經過幾百度嘅高溫烘烤，大部分細菌，例如大腸桿菌、沙門氏菌等，都會被徹底殺滅。即使入面嘅肉質稍微保持嫩滑，食落去都相對安全。但是合成肉、重組肉嘅製作過程完全唔同。合成肉係將無數嘅碎肉、修剪肉碎片混合喺一齊，喺切碎同攪拌嘅過程中，原本只存在於肉類表面嘅細菌，會被均勻地攪拌到整塊肉嘅最核心部位。如果工廠喺生產過程入面衛生環境不達標，或者使用了冷凍咗好耐，甚至反覆解凍嘅劣質碎肉，肉塊內部嘅細菌基數會非常驚人。而呢啲厚塊嘅合成燒肉喺烘烤嘅時候，如果內部溫度不夠高，或者加熱時間不足，核心部位嘅細菌根本無法被完全殺死。你食落肚
就等於將大量包藏喺肉塊內部嘅細菌直接吞落肚，極度容易引發急性腸胃炎、食物中毒，甚至敗血症。第二係原料來源嘅極大不透明性。正宗嘅燒味檔豬肉係一整隻或者半隻咁樣進貨嘅，肉質好唔好一眼就睇得穿。但係合成肉嘅原料係碎肉，呢啲碎肉到底來自豬嘅邊個部位？你有冇諗過？喺內地嘅肉類加工產業鏈入面，有一種低價肉源叫做淋巴肉或者甲狀腺肉，即係豬脖子附近含有大量淋巴結腺體嘅劣質肉。呢啲肉含有大量嘅激素、病毒同毒素，喺正規市場係嚴禁出售給消費者直接食用嘅。但是喺一些黑心加工廠入面，呢啲帶有淋巴結嘅廢肉會被機器切碎，加入大量嘅化學去味劑同黏合劑，重新壓製成五花腩。另外，仲有一些係生完仔養咗幾年嘅淘汰母豬肉，呢啲母豬肉嘅肉質極度粗糙，帶有強烈嘅母豬騷味。正常根本冇人買，但係因為價格極度便宜，可能一斤只需要幾蚊人民幣，變成了合成燒肉加工廠嘅最愛。第三係過量化學添加劑對身體嘅長期傷害。前面提到，為了讓呢啲廢肉重獲生機，工廠加入了大量的 Tg 酵素、複合磷酸鹽、食用膠、黃原膠、卡拉膠、蓬鬆劑、色素、豬肉香精、防腐劑同過量嘅食鹽。磷酸鹽如果攝入過量，會嚴重影響人體對鈣質嘅吸收，導致骨質疏鬆，同時會極大地增加腎臟嘅負擔。對於本身有高血壓、腎臟疾病或者心血管疾病嘅人嚟講，簡直就係慢性毒藥。而嗰啲化學蓬鬆劑喺高溫烘烤下分解出嚟嘅化學殘留物，長期食用亦都會對腸胃黏膜造成強烈嘅刺激。既然呢啲無骨燒肉咁多伏，咁點解喺深圳同珠海等地方仲可以賣得咁火熱，甚至吸引咁多港人去排隊？呢度就涉及到了現代餐飲業嘅商業模式同心理學陷阱。大家不妨算一算呢筆賬。喺2020幾年嘅內地肉類市場，新鮮嘅優質豬腩肉批發價一斤都要10幾20蚊人民幣。如果加上人工、店鋪租金、水電、運輸以及烘烤過程中豬肉縮水，一斤生豬肉烤完通常只剩返6、7兩嘅損耗。正宗燒肉嘅成本至少喺每斤30至40元人民幣以上。如果賣20幾蚊一斤，店家根本係賣一斤虧一斤。咁點解網紅攤檔可以賣20幾蚊，仲要賺大錢？因為佢哋用嘅工業合成肉塊，出廠成本一斤可能只需要5至8蚊人民幣。呢啲合成肉係喺大型預製菜工廠入面流水線批量生產嘅。工廠做好了醃製、黏合同預熟處理，然後冷凍成一箱箱嘅預製燒肉磚，直接冷鏈運輸到各個攤檔。攤檔老闆根本不需要聘請月薪上萬嘅專業燒味師傅，亦不需要設置複雜嘅風乾櫃同大型烤爐。佢哋只需要喺夜市或者商場租一個小小的攤位，買一部幾千塊錢嘅電烤箱或者空氣炸鍋。顧客嚟到，老闆拿出一塊解凍好嘅預製合成燒肉磚，放進烤箱入面加熱10幾分鐘，讓表面嘅化學膨化皮重新變脆，然後拿出來喺顧客面前用大刀咔嚓咔嚓切開。呢種響亮嘅聲音喺心理學上叫做聲音行銷，可以瞬間刺激人類嘅大腦，讓你產生呢個皮好脆、好好食嘅錯覺。加上視覺上嗰種平整、完全冇骨、肥瘦相間嘅外觀，以及空氣中散發住嘅濃烈香精味，絕大多數普通消費者喺幾秒鐘之內就會被洗腦，心甘情願咁取出手機掃碼付款。呢種預製菜加短視頻行銷加極致低價嘅組合拳，專門用嚟割嗰啲追求高性價比嘅消費者嘅韭菜。而好多香港人因為平時喺香港食慣咗高成本、高質量嘅傳統燒肉，習慣咗香港嘅價格，去到內地看到只要1/3嘅價格，往往會失去防備心理，以為自己真係遇到了內地嘅物美價廉，結果落入咗呢個精心設計嘅陷阱入面。講到呢度，相信大家已經對呢啲無骨合成燒肉有咗非常清醒嘅認識。咁樣，我哋以後北上深圳、珠海或者其他內地城市消費嘅時候，到底應該點樣辨別真假燒肉？點樣才能避免自己成為下一個被割嘅水魚？喺呢度，我為大家總結咗防伏4招。
大家切記要記喺心入面。第一招，睇肉紋同外觀。天然嘅豬腩肉，每一隻豬嘅肌肉走向同脂肪分布都係獨一無二嘅，肉紋會帶有自然嘅弧度同連貫性。肥肉同瘦肉之間嘅過渡係非常自然嘅，而且切開嘅時候，你可以清晰咁看到一條條縱向嘅肌肉纖維，即係肉絲。而合成肉因為係用模具壓製出嚟嘅，佢嘅肥瘦分層會顯得過分完美同僵硬。肥肉係一條平直嘅白線，瘦肉係一塊平直嘅紅肉，兩者之間嘅界線極度清晰，甚至好似用尺子畫出嚟咁樣。而且合成肉嘅瘦肉部分完全冇自然嘅肉絲紋理，切面平滑得好似切火腿腸咁樣。如果你見到一條燒肉，整條長度幾十厘米，寬度同高度完全一致，肥瘦分布好似印刷出嚟咁，100%係合成肉。第二招，睇皮肉連接處同皮嘅質感。天然嘅燒肉，豬皮同下面嘅脂肪係緊密相連嘅，豬皮嘅厚度均勻，表面爆開嘅氣孔係微小而密麻嘅芝麻粒狀芝麻皮。而合成肉嘅皮通常係事後用膠水黏上去嘅，或者係經過化學膨化嘅。你可以仔細睇下皮同肥肉之間係唔係有一層透明嘅，好似果凍或者凝膠咁樣嘅物質，呢個就係未完全反應或者過量嘅膠水殘留。另外，合成肉嘅皮氣泡通常非常大，好似水泡咁樣鼓起嚟，薄如紙片，輕輕一碰就碎成粉末，入面完全係空心嘅。如果個皮一撕就整片，同肉分離，呢個絕對係膠水肉。第三招，試口感同咀嚼感。天然嘅燒肉，瘦肉部分咬落去係有撕裂感同肉質纖維感嘅，越咬越香。肥肉部分係一咬即破，油脂喺口入面噴發，皮係酥脆中帶有膠質嘅韌性。而合成肉，瘦肉部分咬落去係一種奇特嘅彈牙感或者粉感，完全冇肉類纖維嘅撕裂感，咀嚼起來好似喺度咬緊一塊加咗肉味香精嘅軟膠。肥肉部分完全冇油脂嘅香味，反而有一種油膩嘅橡膠感。皮則係入口即碎成粉，或者迅速變成咬唔開嘅橡膠皮。第四招，看價格同店家設備。記住一個鐵律，天下冇免費嘅午餐，亦都冇違背商業規律嘅物美價廉。如果一間店喺物價飛漲嘅今日敢賣20幾蚊人民幣一斤燒肉，而且仲宣稱係純手工無骨五花腩，唔需要懷疑佢嘅成本絕對不超過10蚊。咁樣嘅成本不可能用真肉。另外，睇下店家嘅設備。如果一間燒味店，店面入面連一個大型嘅明爐、烤箱或者風乾設備都冇，只有幾個電烤箱或者空氣炸鍋，台上面擺着一塊塊已經做好嘅形狀極度規律嘅肉塊，呢啲全部都係預製合成肉嘅重災區。大家見到最好掉頭就走。其實講到底，我哋去內地消費，追求性價比係人之常情。內地確實有好多好食、抵食嘅美食，亦有好多用心做餐飲嘅商家。但係我哋絕對唔可以盲目相信網絡上面嗰啲網紅吹捧同極致嘅低價，尤其係涉及肉類同食品安全嘅嘢，一分錢一分貨係永恆不變嘅真理。現代食品工業嘅發展本來係為了提高生產效率，解決食物供應問題，但係喺一些黑心商家同劣質預製菜工廠手入面，科技卻變成了偷工減料、欺騙消費者，甚至危害大眾健康嘅工具。呢啲科技與狠活，看似用極低嘅價格滿足咗你口腹之欲，但實際上係喺拿你嘅身體健康去開玩笑。相比之下，我哋香港傳統嘅燒味文化，雖然價格貴一點，但係入面包含咗幾代燒味師傅嘅手藝同堅持，從挑選食材、手工紮孔、長達10幾小時嘅風乾，到明爐控烤時對火候嘅嚴格掌控，每一道工序都係實打實嘅功夫，每一塊厚切爆汁嘅燒肉都係真材實料嘅呈現。呢種對食材嘅尊重，對傳統工藝嘅堅守，先係真正值得我哋去品嘗同珍視嘅美食價值。下次大家再北上深圳或者珠海，喺夜市或者商場見到嗰啲聲音響亮、價格便宜得離奇嘅無骨燒肉嗰陣，記得提提身邊嘅親朋好友，冷靜啲諗一諗，我今日同大家拆解嘅呢啲黑幕，睜大眼睛
睇清楚肉紋同皮肉連接處，千祈唔好再被嗰啲咔嚓聲同虛假嘅網紅宣傳所蒙蔽，心甘情願咁跑去給人當水魚了。食落肚嘅嘢始終係健康最重要，寧願花多少少錢食一塊清清楚楚、真材實料、香氣濃郁嘅正宗好燒肉，都好過為了貪便宜去食一堆用膠水黏合、用化學劑膨化出嚟嘅劣質紙片，空殼合成珠。大家話係唔係這個道理？